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12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咱做伙来关心的，就是台中一个富人人呢，互诈骗集团甲拐超过400万去。这厝内人唔甘愿，所以同齐去登这个车手，甚至呢，伫个车手发现大阵人赛车想要走的时阵，这富人人查某囝佫爬起烟顶挂要来砸车，落尾是警方出面抓到车手上班。 行车记录器翕到头前靠弯过来这台银色的轿车，因咧外顶头竟然有拍一个查某人。对另外一个角度看，轿车把架速度放慢，想要甲伊后来，因过伊手慢条条歪放，要车过吹油门向前驶，真危险。诈欺集团常透过网络散布高获利讯息，并诱使被害人加码，直至领不回时，使之受骗。如遇有犯罪行为发生时，应迅速向警方报案。 切勿事后施行正义，避免处罚。拍伫咧银联馆，这个查某是互诈骗集团骗的姓区的混人伊的查某囝，因为互诈骗集团骗投资虚拟货币面交3遍，互伊骗400多万，11暗加4、5个车手骗财，想要甲伊驾驶。对方看办事唔对，要驶车逃走，查某囝拍去银联馆要甲伊挡，互伊拖1公里受伤。本分局于本月11日下午获报，已有诈欺车手驾车逃逸，随即启动拦截围捕。 20分钟内迅速查获涉案之吴姓男子。加速报案了，警方依照线索，伫20分钟就抓到4、5个查某人，伫车内查到毒品，依照涉及毒品、肇事逃走、公共危险、毁损加诈欺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是诈骗，而且嘛同款发现伫个台中，这是一个民众来去银行要汇款，而且这集团呢，佫要求被害者是袂当甲银行讲这钱的用途是要用伫倒，加在互警方甲伊抓落来。那另外一位呢是拄着这交朋友的诈骗，落尾是互银行去发现到，通知警方来处理。我知道那是你的钱啊，可是我们也是因为诈骗太多，我们关心你一下。 现场银行的行员甲警察拢真耐心问这个姓郑的民众，讲这钱是要汇去倒位，有啥物用途？不过伊就是无愿意说明。警方顶一日接到西屯区一间银行的通知，有一个姓郑的查甫人讲要汇43万，不过看着真紧张，讲话嘛讲袂清楚。经过警察甲伊考劝，伊才讲是加入投资的群组，不过无愿意提出甲对方的对话，一直到警方通知因牵手到现场，确定伊就是落入去投资诈骗的陷阱。 那如果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不要汇啊。一名邓姓男子疑遭投资诈骗，对方声称天机不可泄露，要求隐瞒汇款用途。因来台中另外一个民众拄到交朋友的诈骗，对方佫教伊安怎骗过银行的行员，才会当顺利汇款。汇款给不同人，然后还要给你汇款的名目，还要叫你强硬一点。我撇除你前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后半段就不对啦。 这个民众迄天去银行要汇30万，用途讲是要买保健食品，不过要汇互啥物人，煞是讲袂清楚。一直到警察去现场了解，伊才讲是加入约会交朋友的网站，若是要约会，就要先欠钱入去。诈团更细心指导受害人如何应付银行关怀提问，深入了解后，该汇款账户甚至已被列为警示账户。 加在这个民众有听口劝取消汇款，根据台中市警察局的统计，台中市今年1月至6月都有14000多件的诈欺案，已经要挖113年规个年度案件的数量，呈现10倍成长。其中以投资诈骗占上济，对方若是要求要暗砍汇款的用途，大部分拢是诈骗，提醒民众都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 另外来关心的是，这台南关电的有4口天然气，这今年是因为矿业发修正，所以针对着关电力，也佫有量电力，一个人会当分到1400块的回馈金。也毋过呢，这是互其他里民食不满，认为讲这发放的范围是无够公平的。也那中油是回应讲，这广线的界定会佫招地方甲中央做伙来参详。 透早一个民众到关电区量本里活动中心讨论，最后因为今年矿业法修正了后，历经关电区头摆针对关电里、量电里4141个里民，每一个人会当摕到1400块的回馈金。不过这煞引起其他里的不满，认为量本里、东西庄里等4个里冇影响到，嘛通加入回馈的范围，引起地方讨论。这天然气的管线有通过我们龙本，所以呢，我们是要争取，就是以我们龙本为主，但是委员是说，都是周围
周围数公里通通要纳入回馈了。瓜田区龙田里长讲，天然气管线经过里，也这回馈金合情合理。因认为其他里若要争取，应该爱看中油敢有经费，伊无希望到时因为逐里拢争取，地区回馈金煞求水，造成无公平。其他的里要争取的人嘛有，安尼是上好，但是原则上，原则上就是阮农田家至少爱保持今年度发放的1400块。有民代12召开会议，认为目前这机制也无足完善，要求经济部参中油爱检讨发放的办法，主张天然气管线经过所在，拢应该是回归的范围。我们今年会修正办法，就是连同管线，还有它直接在空照下来的范围，会扩及的地方，我们都把它纳入到我们这次回馈金的范围。我们会跟中油那边再先讨论，邀集这些管线有经过或是影响范围，怎么去这个把它纳入瓜田区南62线沿线的4个天然气站，主要是提供给瓜田工业区，在已经厂商使用，2006年用到单，按算通用到明年。中油回应管线范围有必要去讨论，后续会去邀集地方代表，甲中央单位研究，定出一个较公平的办法。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这时代咧改变，即马交通运输的方式咧嘛对咧起变化。高公客运咧，即个月7月开始，包括着台南、高雄、甲屏东等等这各道路线咧，是拢改互通联的来接手。也那西里转运站嘛要甲收起来啊。也毋过这在地人是反映讲，安尼做是真无方便的代志。即马经过民代协商，是决定部分班次会继续驶入西里转运站，希望会当减少冲击。这个月7八，国光客运无国西台南、高雄甲屏东这寡各道的路线，所来就交互通联客运站。不过因为通联客运坐车的所在伫西里交流道，无经过西里转运站，民众真无方便。这么相关单位出来瞧。西里电工所是希望讲通联会当进驻转运站。目前呢，他们是因即马当然是解决到这个北部的部分呢，因有承诺讲大概北部的部分因会先解决。伫咧南线的部分，因会等于做演绎啦吼。然后伊也搬来遮，其实我嘛私底下有咧讨论讲，爱看通联的过来。这样搭车会比较方便。对啊。未解决问题，地方的民代邀集相关单位来研究讨论。通联客运讲，以后自混林4号发的上北的车，会驶入去西里转运站，不过路南的车怎么也搁伫咧研究。总共有18班的班次，有是毋是有这个跳班的方式会当入到这转运站吼？我们也尽量考量民众的一个需求，我们会再跟公路局这边来演绎看看，有没有办法我在西螺地区在云林地区其他的一些路线可以调整进西螺转运站来做服务。公路局讲，这么针对包括提供接驳、调整路线等方向伫咧讨论，按算3礼拜就会有初步的结果，也研究奖励措施，吸引更加侪客运业者来走这条路线，互民众坐车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左营庄呢，有民众唔知影啥物原因是甲这双人名床呢放伫咧轿车的车顶，而且坐伫咧后壁2个乘客呢是手伸出来，甲这名床掠好条。警方表示，控这款行为呢已经违反着道交条例，上悬会罚款100块。一台在东航顶的深色轿车，互路边的民众是看到硬去，因为车顶在碰床煞无用丝袜固定，是后座2边的乘客甲手伸出车窗外，再甲碰床摸咧，互伊莫落去。风来一阵，或一个转个弯就掉下去了。掉下去的话，自己不会影响，后面的车会影响啊。万一他如果飞出去的话，后面的车不是很危险吗？它是危及到其他人的性命安全啦。代志发生伫初10暗时10点外，但市停了后，车是一路对南往北在驶。虽然警方无接到报案，但是这个行为已经违反道交条例，相关会当甲罚10000。该车以不当方式载运货物，已明显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可处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至18000元以下罚款。未碰撞的业者讲，一般正常的做法是司机用货车载到民众引导，就算家己载嘛是驶货车，毋是一般的轿车。车路违规行为未少，花莲隔岸乡就捌发生过载运邮局的货车超过限权，就直接调伫边高道，冒载运 H 型更条的大货车驶伫国道的时阵无保持安全距离，紧急打挡了后，造成车顶的更条落去，撼到头前的车。
车。警方嘛提醒讲，不管是驶伫一般的车路，还是国道，拢应该爱遵守交通规范，才袂受罚，甚至佫造成人命的伤亡。记者综合报道。陆委会有宣布，这公务人员去到香港也是澳门呢，拢爱事先来通报。那阵有接触到这特定人员，嘛爱主动来通知。对明年7月初1开始呢，那违规就会开始来处罚啦。另外，这教育部是来呼吁唔通宣传中国招台的交流活动。也那最近呢，嘛有人咧做直播，是现把这台湾护照甲加好掉。陆委会是表示讲，这个人就是走路去到中国的诈骗通缉犯。我爱中国，我说剪就剪，我没有在客气的。哪家哪要求观众爱起赞，大伫对话，家己讲是台湾青年的直播主应志宏，找到伫中国社群平台加台湾护照，佮讲家己早就放弃台湾籍，毋是台湾人嘛无差。结果去陆委会讲，伊竟然是通缉犯的身份。有啊，大陆身份证拿到了，在这里啊，然后刚拿到的热腾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这位应志宏先生，他现在是因为涉及诈骗集团以及洗钱的案件啊，由台东地检署通缉当中，声称自己是热爱祖国啊，然后放弃台湾的身份，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放弃。人文界嘛，趁机会呼吁对方卖定定收容犯罪分子，不利两方正常交流。中共长期把台湾青年当作统战工具的重点对象。对方吉林大学今年搁再举办北国风情当年营，要招台湾学生囡仔去中国东北参访。教育部这阵就发文予全国大专院校表示，活动牵涉单方面落地交代，呼吁卖参加还是转发宣传。陆委会阁讲，校际交流应该爱对等尊严的原则。是不是有明确的专业交流主题的内容，还是只是吃喝玩乐？因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以至于说去参加会不会触碰到两岸条例的一个限制哈？基本上学生不会。那老师也是相关承办人员有可能触发，陆委会11嘛正式宣布，依照行政院协定颁布的修正案，公务人员去港澳除了行政通报，完成人事裁勤的电脑作业，连做有会见还是联络特定身份的人员，嘛拢爱主动通知。香港澳门向来是很多情报活动或是国安人员的活动的大本营，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公务人员都应该要有这样的警觉性。人文界表示，为即马开始到明年7月进前，拢是宣导期。未来行政院人事总处会配合研定定处原则，若是有人无照规定，明年7月初1开始就会正式处分。记者采访报道。来看这南海主权争议呢，即马又搁在引起讨论啊。中共呢是来宣布要伫黄岩岛来设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因讲这就是中国的领土。也毋过，这款行动呢是引起菲律宾的抗议，因批评中国是来侵犯主权。也那咱的外交部也发表声明，批评中国的做法是无法律的效力的。中国国务院最近公告，会伫南海中沙群岛有主权争议的群岛之一，设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引起主张有这个群岛主权的菲律宾抗议。菲律宾外交部讲，安尼先已经严重侵犯菲律宾的主权，会向中国提外交抗议。The Philippines urges China to respect the sovereignty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Philippines over Bajo de Masinloc. Refrain from enforcing and immediately withdraw its state council issuance and comply with its oblig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中国外交部是重申，黄岩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设自然保护区完全合法，目的是要维护生态多样性。只前马尼拉伫咧半人，请伊莫阁吵这件代志，莫甲代志愈闹愈大。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早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中方不接受菲方的无理指责和所谓的抗议，敦促菲方切实停止有关侵权挑衅和肆意炒作。咱外交部严正声明，中国对黄岩岛的任何主张非法而且无效，希望各方遵守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尊重国际法。在地渔民团体批评，中国讲要保护环境，不过却是黄岩岛的破坏者，市场若互因抢去渔业资源的减少。Hipokrito sila, no? Hipokrito ang gobyerno ng China
na may ideya pa sila na maglagay ng o edeklara yung West Philippine Sea, lalong-lalo na yung Scarborough Shoal. 岩岛伫咧中山群岛，台湾官方正式的名号做民主岛。我群主要航道企业资源正丰富。虽然中国长期主张高大线权利，不过2016年海牙上述的仲裁法院就裁定，中国的主张无符合国际法。即马北京设立保护区，搁去卡着区域的敏感神经，恐惊会互南海的局势继续升悬。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辑。国际消息，咱要来关心的，就是这尼泊尔呢是来发生示威的抗议，去遐旅游的这台湾旅客呢嘛受到影响。若是大个饭店受到损害，就连因的行李呢嘛拢放无去。即马伫当地开旅行社的台湾头家呢是出面来帮助20-30个台湾旅客，伊也表示讲目前伫当地状况是有豆豆啊恢复平静。车来来去去，路的有一寡民众伫行，经过真侪天的动乱，尼泊尔渐渐平静落来，无过烧车暴动的情形。不过当地也是继续宵禁。देश र जनताको लागि कहिल्यै पनि पछि नपरिकन काम गर्ने मान्छेको हामीलाई आवश्यक छ。尼泊尔的社群禁令引起Z世代抗争，准讲政令解除也捌无法度平静，诉求超过社群解放，主要是体制贪腐，都令去当地佚佗的台湾人都捌亲身拄到突发状况。队团坐伫车顶，常常有当地少年人规定上车查看，每一个情绪激动，也互在场的台湾人难免紧张，烦恼家己有危险，好佳哉无妨挑战，也有人去当地爬山，住眠的饭店煞变这款。我住的饭店已经烂掉了。真侪头门破真大坑，饭店建筑受损，现场有封锁线，寄藏的部分行李拍无去。台湾人常常唔知要安怎，请朋友到大门求援，才联络到伫当地开旅行社的台湾人，顺利得到协助。协助他们开一些证明，然后也是有到那个观光旅游警察局那边去报案。基本上从慢慢的复原当中，然后到比较平缓了，在抗议的事件基本上就是应该是说已经没有了。观光署统计，去尼泊尔的国人即阵啊有增加的趋势。即届伫发生示威了后，当地旅行业者陆续伫带速甲交通协助20至30个台湾人，目前人拢平安。记者采访报道。另外来关心的，就是这罗西亚呢，初十的时阵是大规模来空袭乌克兰，这无人机也飞去到波兰的领空。这波兰总理图斯克是表示讲，已经启动32个北约成员国的紧急协商。也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伊是讲，即马有愈来愈多证据来显示讲，这件事件唔是意外。这罗西亚已经开始锁定波兰。我近乌克兰甲白罗西亚的波兰东部边境村庄，注定破一大坑。初到暗时到初10透早，陆军出动415台无人机加40粒飞弹攻击乌克兰各地，其中19台无人机分批飞过边境进入波兰领空。当局卖关包括华沙消防机场在内的4个机场。当时波兰军方伫北约空防部队的支援，加4台无人机拍落来。这是俄乌战争后头一届有北约成员国直接开枪。虽然罗西亚国防部解说无意思攻击波兰，俄国盟友白罗西亚嘛出来斗讲这是信号干扰出现的无人机迷航。不过华沙当局无相信，北约甲欧盟是批评讲这根本就是侵略行为。która stawia nas wszystkich bliżej otwartego konfliktu, bliżej niż kiedykolwiek po II wojnie światowej. And just today we have seen a reckless and unprecedented violation of Poland and Europe's airspace by more than 10 Russian Shahid drones. Europe stands in full solidarity with Poland. 战争一直要促成俄乌谈判的美国总统川普，伊的大部分内容无表态，嘛无谴责。伊嘛甲初3才拄访问灭疆的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通电话，表达关心。这场大规模的挑战惊动欧洲，波兰嘛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引用北约的宪章第4条，建设启动成员中间的紧急磋商。Stop violating Allied airspace and know that we stand ready.
that we are vigilant and that we will defend every inch of NATO territory. 北约第4条是为了共同防御的启动，确定一个规则，透过成员国中间的协商，会当评估威胁，决定集体安全的一步行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 X 顶管警告，波兰是故意互人锁定的，一点嘛都无暗砍敌伊俄罗斯啊，当地做的就是试探北约的底线。Тільки спільні європейські сили можуть дати захист. Ми готові. 德国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的专家表示，北约启动第5条的可能性真低。不过，早伫几礼拜前就开始的无人机越界行动，会当讲是俄国的挑战。即摆关键就是美国的反应，尤其美国伫对罗西亚的刺激制裁，也是有扩展到欧洲甚至更较宽的空间。暗关的是美国拢无好好支持盟友，安尼嘛会伤害川普政府的可信度。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来关心这法国新总理勒克努呢上任头一天，就有25万人来参加全国性的反政府的示威活动。这抗议人数呢是用封锁交通，也有基础建设等等，让政府机关无法度运作来表达因的不满。即马警民冲突是愈来愈激烈，一天就有300人互掠去。透过网络社群媒体串联的超强相关马克宏运动大封锁，七十就像野火共款，正紧伫全国各大城市以400多种无同的形式伫街路扩散。巴黎、马赛、波尔多、蒙彼利埃几个大城市的游行队伍人数拢达到几千人。抗议民众以封锁交通、基础建设和政府机关无法度运作的方式表达不满。当局动员8万警力全力戒备，替公路交通的中心欧洲之星停靠的巴黎北站有瓦千名亡命的示威者，甲警方爆发激烈的肢体冲突。Je suis arrivée à 6h du matin et j'attends que le gouvernement tombe et que Macron dégage. 这一日拄好是新旧总理勒克努甲佩胡伫总理府进行职务交接的日子，就任的头一日就出现25万人规模的全国性反政府示威。勒克努伫随时表示，会以创新的方式处理艰难的政治局势。国民议会有上侪色素的单一政党极右派国民联盟并无进动。其新总理人选充分显示，马克宏只会伫动员战内底固守，有言这又阁会是一个底命内阁。Le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par ses responsabilités passées, a applaudi à l'ensemble de la politique d'Emmanuel Macron depuis 8 ans. Donc, nous sommes sans illusion sur ce bail précaire. 法国去年的财政赤字占 GDP 的5.8%，是欧元区上悬，借贷成本一路升悬。10年期公债殖利率挖近意大利是过去毋捌出现过的情况。国民议会内的3种主要政治势力对这部规矩要安怎解决，拢有家己的坚持，而且拢无变样。上次民调显示，61%派选民赞成改善国会中心改选。那一旦改选，国民联盟以33%的支持率稳稳坐第一。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的911恐怖攻击呢，已经满24天啊！这受到攻击的纽约双子星大楼，也有五角大厦呢，是拢来举办追思的活动。总统川普是表示讲，任何想要来攻击美国的人，拢会受人反制甲报复。美国欢迎的大纽约市11暂停活动。伫优美的乐声中，国旗进场到下城的国家911纪念馆，纪念24年前伊斯兰激进分子劫持客机，让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甲国防大楼的悲剧。罹难者家属伫追思仪式读出2977个受害者的名，几多千个民众也有参加。纽约市甲纽约州的大家长也有政要也拢有出席。川普总统是出席国防大楼的追思仪式，因为伊的重要盟友可可进前拄着攻击，枪手也未抓着。为着安全，场地为户外纪念碑改造国防大楼内的침井。川普宣布对正可可总统自由勋章，也就抓讲要毁灭任何攻击美国的敌人。If you attack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will hunt you down and we will find you. Go all over this sometimes magnificent earth.We will crush you without mercy, and we will triumph without question. 尾仔川普去纽约洋基球场看洋基队甲底特律的老虎队比赛。川普伫比赛前也访问洋基队的更衣室，甲出名球星加吉等人握手交流，嘛伫比赛中站接受全场的致敬。支持者大声喊 USA， 不过原有反对者出现无同的声音。
迄天伫宾州的桑克斯维尔，还有另外一场纪念仪式。伫纪念迄天勇敢出来阻止劫机者的联合航空93号班机顶40个乘客甲机组人员。民众伫飞机落来地点默哀卡响纪念钟，读出罹难者名单，搁献花圈，拢总基于以恐怖攻击造成3000多人死亡，是以前真珠港事变以来对美国本土上界严重的攻击，促使当时总统小布希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国际特殊自治区发生真大改变。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行政院有编2360亿要用来普发现金1万块，即马外界呢是来要讲，若准立法院伫个10月初会当通过，安尼上紧今年10月底就会当开始来领，包括现有户籍，也有摕到居留许可的人，等等5大族群拢会当领，原来这领的方式嘛有5种。务必要在特别预算公布1个月内启动现金发放的程序，来使全民能够受惠。普发现金1万，上紧10月后半个月就当领到啊！因应美国对顶关税的冲击，行政院会再去通过润性特别预算案，要送立法院来审议，其中就编列2360亿是普发现金的发放经费。财政部也正和数发部来整备相关的系统，并且积极的规划宣导，还有客服以及款项拨付清算等等执行作业。目前行政院规划包括国内现有户籍的国民、摕到居留许可的无户籍国民、摕到永久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外国人是咱国民的配偶，而且摕到居留许可。各有政府机关因公派驻国外的人员，含伊有国籍的眷属，拢符合普发现金的资格。行政院拍板通过韧性特别预算案，其中就包含了普发现金，要比照2023年的发放方式，你家旁边的 ATM 就可以领。看过去2008年的金融起高龄，今年年初是发放3600块的消费券，一直到2020年新冠疫情，政府推出振兴3倍券，搁有2021年疫情3级警戒，各加推出5倍券。2023年是普发现金6000块，这摆暗算采取登记入校 ATM 领现金、直接入校邮局领现金和注册来发放5大方式。用主计总处 GDP 的评检指数去评检以后，我们估计今年普发现金对于 GDP 的贡献大概0.415个百分点。经济部长景明鑫嘛强调，照2023年普发6000块的经验来推算，普发1万块应该会使刺激经济成长率成长0.5%。不过说落来嘛是要看替代性消费，也是甲现金欠起来的比例。若是有观光加其他消费来配合，有机会达成更较大幅度的成长。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中国是时不时拢来破坏咱的海底电缆线，所以外国媒体路透社呢是喊咱的海巡人员出海去甲巡逻，观察这海巡到底是拢安怎来维护的。另外一方面，这行政院的润性特别预算，这国防部是有编1132亿，爱委会呢是295亿，拢是要来强化国安润性。海巡署的军舰伫台南附近的海域在航行，较近4颗雷亚无可疑的船只，中国绕台无登过，内面故意破坏海底电缆，横看作是新形态的铺设地带侵扰，嘛互加强巡逻海底电缆4颗雷亚的海域，最近变作海巡的重要任务之一。外国媒体路透社关心这件代志，对得出海，看到海巡人员守护台湾的所为命名。海巡表示，最近几年有真侪中国的宽机轮伫海底电缆的海域搜来搜去，确实有船只故意停伫海底电缆的顶端，袂当排除伊后边意图。那近年来，因为两岸关系比较前时升级，那就造成对岸的一些灰色地带的一些侵扰。那近年来，大概在海底电缆部分也很多权益船在这边滞留。等于是用一种炮灰式的，因为这个算是等于是一块废铁了，它用很少的成本来做干扰，把你弄断掉，造成你整个台湾社会的一些不安。台湾伫电政治紧张的区域，有交通专家认为讲，海底电缆有可能变作潜在冲突的指标。当台湾的 undersea cable 被 damage。不管是 intentional 或 unintentional， 不是只有台湾关心，其实全世界都非常关心。政府为了强化国安韧性，行政院11通过韧性特别预算，包括国防部1132亿，海委会295亿，各军会用伫强化机关通讯韧性，军民共同多项系统感情能力，会整合陆军、海军、海巡署雷达证据纳入台湾战术的网络。另外，海巡会打造大型舰艇、采购无人机来反制中国的威胁。让我们
可以将我们的战备存量从30天提升到120天。海空一体告别夜盲科技转型，而且我们会持续造舰。加强护渔。郭立雄强调讲，透过建立军民通用的强韧自通电架构，因应网络的攻击。关佩玲表示讲，会伫全岛配置日常仪，导入 AI 来改善暗时的监控，大幅提升海空侦搜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这电视广告定定看到的这保利达 B， 也是讲威士忌呢，其实拢是酒精浓度10%的药酒，敢若药局会当卖定定。也毋过高雄市政府呢，顶半年煞查到拢总有7间的这个槟榔台，也是讲柑仔店有咧偷偷卖。去年也有查到21件的违规，提起到业者卖这款药酒上悬是罚到200万。伫工地工厂石头做到一半，看到有人甲保利达 B 泡水料摕来啉，真侪人会啉保利达 B 甲威士忌这款饮料来提神增强体力。柑仔店不能打，即马拢做够了。所以就买落啊。有啊。不过市府讲，这两种商品只可能会当伫咧药房卖，杂货仔店甲槟榔摊拢袂使。药局跟那个槟榔摊比较多。哦，因为市府有说槟榔摊不能买啊。因为我都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在喝啊。市府讲，保利达 B 威士忌酒精浓度拢到10%，如果加当归、人参等青药的萃取药，算只是用药，只可能会当伫咧药房卖。因啊，蛮牛、康贝特这款商品，因为无酒精，或者是酒精浓度无到0.5%，算食品类机能饮料，会当伫一般的店卖。去年查到21件违规，槟榔摊上济，过来是杂货仔店。今年顶半年也查到7件。拢是工地咧使用较济，所以拢会甲你带到保特瓶内底，以用去用掠的。113年共查获21件违规，裁处金额为63万元。114年上半年度再查获7件违规。实际去4间槟榔摊问，因拢讲无卖，严姑也讲常常有人起来问。因为这个是药品，然后槟榔摊、杂货店都不能卖。但是还是会有人来问，对不对？对。市府讲，若无药商许可证卖这种药品，是违反药事法，相关会当罚200万，以后会继续稽查，请民众爱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清洁队员呢，今仔日特别去到劳动部来抗议。伊讲呢，本地一个人逐个月是会当领到1万块的奖金。结果在桃园市环境管理处呢，无经过协商就修改规定，害新的员工平平做同款的石头线领较少。今麦劳动部是回应讲，在第一协商经过调整才会使，目前已经请劳动局来处理啊。反对业界下修劳动条件，请劳动部立体基层队员。工会和桃园清洁队员伫劳动部头前大声发出诉求，因指控桃园市环境管理处伫今年8月修改清洁队员奖金的相关基准，原本每一个人逐个月拢通领1万的奖金，但是新规定需按照工课内容来调整奖金。不过派工课是主管的权利，工课无共就影响到清洁队员的奖金。清洁队员批评这无合理，有可能加做控制基层员工的手段。而这个清洁奖金占我们所有收入里面的2成，那这也就是这2成是许多队员养家活口的重要收入。这次的环管处修正清洁队奖金基准，把是否发奖金、发多少的奖金，完全摆在主管的调派之上。也就是说，今天的队员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全部都是由主管决定。基层队员的生计被交到主管手里。工会指出，这个新规定适用伫8月30日以后来报道的新员工，各未来单位和工会有调动的人。但是适用原本规定的人，通常一个月通领1万的奖金。不过适用新制度的人，若准做同款的工会，所可能领较少。劳动部回应，这款影响到劳动条件的新规定，环境管理处应该先和清洁队员协商。目前已经请桃园市劳动局处理。我们也认为影响了清洁队员的权益很巨大。所以其实我们在昨天其实已经有立即的跟桃园市政府劳动局这边来联络，然后桃园市政府劳动局他也表示了，他们其实已经介入在协助处理了，在未经劳雇双方协商同意的情况之下，它是不能有不利益的变更。劳动部嘛强调，桃园市劳动局未来继续协助双方来协商，但是规定不合理就要修改，才袂让清洁队员的权利受到损害。记者桂宗林、贾桂林台北报道。
宜兰罗东林桥文化园区的生态池呢，最近有一款号做水浮蛹的外来种来侵入，而且呢，因为天气真烧热，所以水浮蛹是炭了真紧。即马看到这水面呢是拢满湿，林业署是烦恼这水质恐惊会受到影响，所以打算调更较侪人来甲保护起来。 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生态池，规片是青林林，哪有铺前绿色的地毯？原来是景观水性是要水浮莲入侵，生态池有70%的水域好看密密。因为像那个外来种的，毕竟不是我们这边本来的地方嘛，那应该是在用我们台湾的原生种。对对，要清一下，是不是？啊，是要清一下。啊，不然那个水养可能会不够。 尤其看到水浮莲，惊影响到生态池原本的生态。这个水浮莲，某人甲号做水莲，生态真快速。林保署推测讲，可能是附近的圳沟流来，也是鸟类砸来。即摆因为天气烧热，开始大量的生态。 林保署的人无用在清理生态池的水浮莲，就是惊伊大量生态了后，会继续拖去边仔的木材池，死角就恶清了。那我们下个礼拜也会再启动，调动更多工人，尽快把这些水分都把它清除。林保署讲，这个外来种的水浮莲，若是固在一起，除了会继续生态，影响本土的生态，嘛可能让水质优氧化。后礼拜调更较侪人来甲生态池的水浮莲完全清掉。记者综合报道。 政治界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国民党主席要来改选啊。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呢，伊是讲要搁咧评估，就要有把握才会出来选。伊讲，若准家己出来做，安尼就会用集体领导的方式。另外，即马嘛传出这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伊是有意思要来选，也毋过因为鲍坤基呢，捌互人开除党籍，恐惊无符合资格，因为伊家己是强调讲，这几日会好好啊思考。 有意愿参选国民党主席的前台北市长郝龙斌，虽然还未正式宣布参选，不过面对互人质疑可能不利南北整合，12上公布搁再为南北合加温，讲有真侪民众党人对伊释出善意，不过伊嘛表态正有把握会赢，才会参选，讲若当选未兼任地考党署长。民众党的公职人员，包括地方的主委，包括议员，甚至包括立法委员。 都对我释出善意。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传出有意愿选党主席，不过2009年捌因为脱党参选花莲县长，和当时担任党主席的马英九开除党籍，恐惊无度得到参选资格。鲍坤基讲也无想要参选，不过这几天会好好啊思考。我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来劝进，以这个立法院党团呐，这个是首要的任务，让子弹飞吧。 若要变党主席的国民党立委罗志强选择搁出册，要为党内装资金。另外一个坚持选到底的陈立文是继续清业之路，去拜会前行政院长陈冲。我还没有当主席，事实上我就已经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去为党，为我的同志来分担粮草的压力。 未来总统的提名在党内不能够私相授受，在蓝白合也是一样，要有一个公平的机制，才能够心服口服。国民党主席改选有意愿的人真多，15至19会开始领票登记，10月18就会进行投票。记者采访报道。 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早起呢，是来出席这三军士官的联合开学典礼，去勉励新生，强调这守护和平的重要性。另外，这中国的航南福建号呢，是传出咧要成军啊。中国今仔日呢，嘛来证实讲，因有软过大海。原来咱国防部是回应讲，有专艇来掌握。海军官校，甲新生做伙比战力强的手势。 总统赖清德12日出席三军士官联合开学典礼，致辞的时阵讲到，国际社会真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只有透过实力得到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只有透过实力获得的和平，才是真正的和平。和平不可能靠让渡主权获得，和平也不可能靠一纸协议就有办法达到。 真侪少年囡仔来读军校，罗总统嘛鼓励因要认真学习。伊讲士官是部队的基骨，嘛是官兵沟通的桥梁。本人喜欢团体生活，也同时的很享受当带领同才一起完成该完成的事项所获得的那份成就感。国军有新人加入，持续加强部队的实力，反制中国军事扩张。
解放军打造第3架航空母舰福建号，传出特别成军。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发布，福建号甲2架驱逐舰11出现伫钓鱼台西北边，差不多200公里的海域，向西南方航行。解放军10日证实，福建号顶一日通过台湾海峡去南海进行训练。有关中共福建号航舰通过台湾海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全程掌握，并且适切应处。针对福建号头一届通过台海，引起区域局势紧张。解放军讲无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也让咱国军专程掌握福建号的动态。学者观察，福建号若成军，短期内也无法度成做战略，未来两方若发生冲突，会负责阻挡美国军舰介入台海。美军的那个第3舰队跟后续的增援，当然是说后续来援台的核心战力。所以他如果能够阻止这里的话，阻止这些增援兵力的话，对我们有没有影响？还是有，只是它不是一个直接的影响。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访问美国，伫驻美代表朱大雷的陪同之下，拜会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下党派的成员，双方讨论反制中国统战假资讯的行动。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强调讲，会支持台湾的民主甲自由。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伫2030年时阵，就要来推动6G啊，也毋过即摆呢，所有立委表示讲，目前在国内5G 的用户呢是无超过4成，原因就是费用伤悬，而且佫真了电。所以立委是要求这 NCC 呢，爱互电信业者一寡压力，嘛呼吁这中华电信带头来降低5G 的费用。人人一支手机仔的时代，民众用网络到底拢是选4G 也是5G？就没有感觉差距很大，4G 跟5G差距很大，有需要多付那个钱。信号收不到问题，就会降速这样，对啊。有民众讲5G 的电话钱伤贵，品质其实甲4G 无啥差，嘛有民众讲伊用5G，但信号嘛无较好。有民进党立委拜5开记者会表示，政府对2020年开始推动5G 通信，到今已经5年，3间电信公司用户的比例拢无到4成，原因伫民众反映讲5G 伤贵，信号无好，而且真了电。品质还有价格，我们是到了我们要好好的来严格督促我们3家电信业者来处理。推动立委也批评政府对2020年开始补助5G，已经投入221亿，业者领补助，民众资费也是贵三三，要求主管机关爱检讨，督促业者、鼓励业者继续去提出多元的智慧方案能够希望加强我们整个数位的这个通讯的韧性。立委表示，2030年台湾就要推动6G。立委要求 NCC 爱予电信业者一寡压力，嘛呼吁中华电信带头来降低资费，提高5G 用户的使用率。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台记文扛棒，咱要做伙来关心的，就是鹿港有一个少年人王基凯，伫2016年的时阵呢，开始伫咧网络用台语来讲万项事。伫2021年的时阵，伊开始转做 podcast 广播，小解一寡地方的代志，也来分享着艺文。今年伊是入围这广播金钟奖的 podcast 艺术文化节目奖。除了感谢大家肯定，也会继续用鹿港腔的台语来讲万项代。大家欢迎收听阿凯亚之声的 podcast。拍开录音设备，用线派鹿港腔主持 podcast 节目。伊是阿凯王基凯，用台语咧讲万项代，小解文学、讲音乐，访问各行各业的高人。其中台湾当代出版计划单元是王基凯参3位鹿港好朋友同齐合作的计划，嘛来入围今年广播金钟奖 podcast 艺术文化节目奖。这种语言来讲，这个电台伊本来咧收听的族群就较少，我咧讲的这个资讯嘛较冷门，咧讲这台湾文学，咧讲这个鹿港的大大小小的代志安尼，豆豆开始有家己的听众，甚至是这边咱入围这个广播金钟奖，我感觉讲非常非常的意外嘛，感觉非常非常的感恩啦。毋捌做过 podcast 嘛，毋捌做过广播，但是我感觉迄是一个你家己的声音能去用听到的所在。无熟悉的朋友还是熟悉的朋友，伊听完会甲我讲因的感想的时阵，我会感觉哇，原来阮咧做的代志是可能对某一些人来说是有意义的。
王基凯为2016年就开始伫网络用台语讲万项事，2021年正式成立 Podcast 频道，牵头干那一个人咧录音，即阵已经有制作团队 ，Podcast 的内容嘛愈做愈丰富，愈行愈知，厝内人拢真支持，嘛真欢喜会当甲鹿港乡的特色推广出去。咱即摆嘛支持囡仔要做啥，咱就甲支持啊，而且佫是甲咱鹿港乡甲伊发扬光大，真欢喜啊！因为是我伊凊彩舞舞的，佫入围啊，系啊，所以规家的人拢超欢喜的啦。刷后一步，我希望讲会当带落鹿港乡的台语去到全世界，用台语去甲全世界的人交朋友安尼。因为我感觉讲人啊，足奇怪，咱就是要离开家己的家乡，咱才会感觉讲原本有的物件是遮尔啊珍贵，遮尔啊甲咱无共。王基凯表示，未来希望会当去东南亚国家，也是日本，每一个有台湾人社群的国家去访问交流，希望透过声音的力量，互更较侪人熟悉在地腔口，会当了解台湾甲国际当地发生的万事万物。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的太空教育馆呢，是来推出结合着 AI 科技，也有信仰文化的展览，带民众做伙来想象2049年的太空生活。甲要分享的文字甲图片，透过 QR code 连面就当显示出来，这是模拟未来太空站的科技艺术作品，并且有用数字代码来注释的艺术体验。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的太空教育馆，为9月12日开始。配合国科会的精创人文计划，来举办2049马祖世越太空站的展览。那这个造型的来源，其实是在1960年代的史丹佛大学，他们去设计，假设我们的人们可以到外太空去做生活的话，大概会是怎样的造型？这个展览本身做的是一个推测性的这样的一个预想，一种推测性的这种想象，说未来30年之内，台湾人如果有个太空站。它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国科会精创人文计划邀请7组艺术团队，透过 AI 的天文摄影、天气直播、感测活动等等的科技设备，希望在科技研究的创意当中，增加人文甲艺术的角度。它本身是从2049年为情境的背景，然后透过科技艺术、人文思维，让大家能够了解说，那如果未来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今天的精创产业，它到底要怎么样去设计？艺术家因的想法是归咱人的内心内底、心内底去出发，所以伊会互咱都些时间，咱些时间空间去想讲，这项代志真正是安尼吗？咱会使安怎做会较好？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表示，科技的发展是遮侪人科学理性的成果，用2049年未来的背景结合传统宗教当中仰望国泰民安的精神。希望互看展览的民众，唔但了解台湾晶片发展的成果，嘛为这当中感受对未来的想象。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看受到这网界影响，日本呢有真侪囡仔，即马是真爱饲一寡汤拖来做因的动物伴，嘛有真侪饲汤拖的产品，也佮有相关的活动。因为专家是希望讲，这囡仔呢自细汉就来接触到汤拖，通好了解到生态。囡仔经过玻璃，真认真观察这世界上大只的独角仙、长边大豆虫的模样。受到网家虫鼠的影响，像日本的囡仔想要饲宠物，已经毋是猫仔，也是狗仔，而是这昆虫。专家讲，不管是代表也是现代作品，昆虫一直伫日本文化中有真重要地位。亚日本的晴空塔举办大昆虫展，所以讲真侪爸母带囡仔来看这昆虫，望这昆虫。後ろにムキムキがついてる。何がついてる？なんか後ろにふわふわがついてる。ふわふわがついてる。これクワガタツルツルしてて、なんか持ちやすくない。新品。こいつは買えます。うわ、びっくりした。でもこいつが離せません。剥がそうとすると痛い。参加展览的工作人员讲，日本人爱迄金菇闪闪细细的光，也是细细啦叫的声音。也长背大条虫是因为外表真霸气，气力佫大，伊的背甲也说是环境变化改变色地，这特点互长背大条虫真受到日本人的喜爱。虽然长背大条虫的外表像铁甲相款，不过伊的性格是真温和，而且饲起来也无贵。饲的所在只需要含有湿温暖土的，会用爬来爬去的箱仔就用的。囡仔遮除了有专门为昆虫设计的粉油食品，也有卖真罕的昆虫，一只爱2万块入票，大约是4000块台票。これから昆虫がどんどん世の中少なくなってきたって言われてるんで、昆虫がなかったら食料問題とか
quello meglio di quello che non ma hanno deciso continuare hanno finito 大昆虫店的工作人员讲，研究昆虫上大的趣味就是发现新的物种。伊讲，就已经发现超过250种新的昆虫啊，虽然这数目无算少，不过世界上昆虫种类大约120万种，比保龄动物加真多。所以讲，要更加多昆虫等待予人类来发现。公视新闻，新闻配编译。另外，这澳洲的无尾熊呢，真侪当来是受到这病菌的威胁，所以科学家呢已经研发一种专用的疫苗。即马监管机关也已经批准，希望会当保护无尾熊，卖互因断症。皮菌感染是一种人和无尾熊拢有可能得到的性传播疾病。伫澳洲野生无尾熊的死亡案例内面，皮菌感染就差不多占一半这么多。当地日光海华大学的研究团队用15年的时间开发出注一档会当有效的无尾熊皮菌疫苗，安尼就唔免一直甲因掠过来做。伫几百只野生无尾熊身躯顶的实验看到效果，已经得到兽医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特别伫澳洲全国推广。50% of koalas throughout Queensland and New South Wales are infected, and this vaccine helps to limit the development of disease, which can lead to infertility in the koalas as well as blindness. 这种单剂疫苗会当锁定皮菌内面3种无同的卵白质，引发广泛的免疫反应。目前敢若适用伫保护健康、毋捌感染的无尾熊，若是已经感染，嘛是需要住院接受抗生素的治疗，恢复健康了后再来注疫苗。疫苗会当提供3种保护，包括降低感染的风险，防止病情恶化变作重症，而且伫一寡状况之下改善已经有的镜头，减少生育年岁无尾熊的族群感染，互死亡率降达15%。按算今年底明年初会先摕500剂出来，互野生动物病院、诊所和野生无尾熊，搁伫拍拼争取搁较侪经费，要来扩大注疫苗的规模。We estimate that they'll need at least 1,000 to 2,000 doses per year, and that's not including the program to go out and try and protect koala populations that are in severe decline and at risk of becoming locally extinct. 2022年，无尾熊伫澳洲东部的昆士兰、新南威尼斯省和澳洲首都地区正式红列做是伫要绝种的物种。官方统计，这地区敢若剩9.5万到23.8万只无尾熊。另外，伫维多利亚和南澳2省，另外有13到28万只左右。世界自然基金会统计，过去20冬无尾熊的数量因为传染病、生态地流失、气候变迁和森林大火已经减少一半。公视新闻司会长编译。下晡晡天气，做回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9度到34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